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呢隻聖萬金噶啦。咁啊，喺佢入邊有氣勢啊，再入邊仲有隻萬事快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時間寶啦，入邊龍城金像啦。咁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隻進城寶區啊。最後百零米氣勢響外邊就佔先噶，埋邊係萬事快啊。聖萬金有啲力弱，中間上嚟嘅嘛，仲有一隻時間寶接近終點，一出即勝，係氣勢跑第2名嘅嘛，萬事快。第3名間有氣勢啦，入邊啊忠誠寶寶啦，再見到中間位置有標誌多多，入邊千杯經典啊，追入就龍騰飛翔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氣勢依然係佔先啊，入邊啊忠誠寶寶啊，進佔第3位，埋邊有龍騰飛翔上緊嚟，外欄位置有新力啦，中間呢就八心之威啊，接近終點氣勢咁啊打搭贏啊，咁啊麥道朗一嚟香港啊即贏啦，跑第2名龍騰飛翔，第3名呢，哇江南城追咗上嚟，入邊呢追仲係連連歡呼啦，中外檔上有環看今朝同埋陸續無限啊！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年年有型啊！內欄傳上嚟就係氣勢啊！再見到外邊追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！咁啊入邊上咗少少嘅馬仲有顏色大王，出邊呢就陸續無限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氣勢透出啊！嘉應高升逐步追緊佢，最後50米埋邊係氣勢，出邊就嘉應高升2匹馬叮當碼頭，第3名陸續無限，第4名係顏色大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一對側身嘅精英跑得好啊！試過1000轉1200，已經上名嘅氣勢，響入邊仲係佔先嘅嘉應高升逐步上嚟，咁啊升咗班，咁啊真係捱肚餓啊潘頓啊，咁啊又要做榜，2匹馬叮當碼頭陸續無限第3，顏色大王跑第4，係啊叮落去。正當冠軍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嘉應高升就貼欄佔先嘅氣勢，外邊開始追佢，再後邊嘅嘛，仲有呢隻高進明區響第3位，以戰得勝第4，再後邊仲有太陽拍檔入邊拍馬難追，最後200氣勢響外邊，埋邊嘉應高升啊，再見到後邊嘅第3位有呢隻就高進明區，以戰得勝上咗少少，最後100仲係單打獨鬥，埋邊嘉應高升，出邊氣勢噏上噏落，邊隻贏呢？相當接近，外邊氣勢好似係佔先㗎，埋邊嘉應高升2匹馬真係單打獨鬥嘅局面，上次贏得你，今次似乎都好有機會再贏你啊！外邊嘅氣勢，埋邊嘉應高升噏上噏落，第3名以戰得勝，第4名高進明區。緊隨其後嘅馬呢，有加州德子啦，埋邊有紅利啊，中檔開始追啦，有鑽石星空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方唐武士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呢係多利彩區啊，最出嗰邊呢仲有隻旭日升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氣勢已經係佔先咗第1個身位嘅，鑽石星空喺呢個第2位，加州德子第3位，中間上嚟嘅馬有方唐武士，出邊旭日升啊，接近終點，氣勢久有8個月復出，做完手術使乜驚啊，一樣贏啊，鑽石星空第2啊，咁啊第3嘅星龍區嗰啲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天天同樂佔先啊，氣勢就開始拍上嚟啦。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有魅力寶區第3位，出邊華麗再勝追啲。再見到外邊上咗少少，仲有海船時光啊、幸運遇見嗰啲馬。最後200米到啦，外邊係氣勢壓住咗入邊天天同樂，天天同樂仲有2腳㗎，後邊嘅位置仲有華麗再勝魅力寶區。最後100米氣勢終點前就將天天同樂趕過咗啊！華麗再勝就跑第3，第4名係星龍區啊。結果同樂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埋邊人和家興啦，中間位置追仲有狀元及第啦，氣勢依家仲喺度入邊揾緊位，中檔推進嘅嘛，好有心得。外邊係精算部署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仍然係天天同樂啊，氣勢揾到位追緊上嚟啊！出邊追嘅馬仲係精算部署，內欄係人和家興啊，接近終點，氣勢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啊同馬房精算部署啊，第3名。人和家興咁啊，第4名嘅馬呢，天天同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蔡約翰馬房啦，咁啊呢隻氣勢都終於重開勝利之門啦！外邊追上嚟，精算部署第2，人和家興第3，第4名係天天同樂。好啦，蔡約翰